大家好，小鐵道今日咧忘記咗同你哋講翻聲嘅，啱啱咧提前忘記咗講，所以而家提前嘅講翻聲。而家咧我哋要坐車去屯門，所以等陣咧會見到爬龍舟噶啦，所以我收線先啦。最好嘅我都話，你啱好時間我會話，我得閒去碼頭嘅兩卡列車即將駛入2號月台，乘客請勿超越黃線，上車時請小心月台邊嘅空隙。A two-car route 6114 train to Tuen Mun Ferry is arriving咁今日小鐵票片龍舟記咧就暫時嚟到咁多啦。今晚我哋喺屯門車廠隔離啦，所以我哋咧會過去屯門車廠、屯門南車廠嗰邊，因為我哋隔離就係屯門南車廠。根據網上嘅描述咧，嗰邊城巴車廠嗰邊有拍咗2架奧林比安，唔知係咪？我對呢啲我唔研究城巴，只係研究九巴。哇！啱啱好刺激啊！好啦，咁我哋睇下呢個市景係堅係流嘅先。哇！係堅㗎，拆咗成架巴士啦！真嘅奧林比安。我想去更好嘅，想去上面已經俾更好嘅視覺，你哋睇下。係啦，揾到一架奧林比安，編號碼為375，跟住呢度又有一架奧林比安。200號，跟住城巴嘅城巴嗰啲啦，嘅 V6B 嗰啲啦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就去邊呢？幾多號嚟㗎？我375號。人潮中的戀愛幾百種，為何必須手拖手示眾？我帶你走，坐我車，讓外界這麼擠擁，如前方70米，轉角有另一幅天空，穿過一
線光，開到世間的對岸。藏下你，藏下我，從後鏡裏看看，還未跑通。沿途望出車外是盛放的戀愛，而我有個秘密亦無害。落日飛馳，聽歌看海，接吻接到無法公開，無人認出車內是你的可愛，你也確實存在。戀後駕駛，讓我最高速的開，情路背後藏異彩。無緣撲在世間萬有中，哪會有仿似耶穌？我願頌揚，竭力頌揚，主愛是奇妙。是我主，是救主，作我安穩庇護所。我若只有一息相處，也要定義敬愛你。獻上頌讚，要吶喊，要頌揚，各處頌讚，眾山歡呼拍掌，遍野萬里也和應飄揚，宇宙海呼喊，傳揚神傳，跳躍和唱要述說你創造，願永愛着你，我這心不變更，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像你。在世間萬有中，哪會有仿似耶穌？我願頌揚，竭力頌揚，主愛是奇妙浩大。是我主，是救主，作我安穩庇護所。我若只有一息相處，也要定義敬拜你。獻上頌讚，要吶喊，要頌揚，各處頌讚，眾山歡呼拍掌，遍野萬里也和應飄揚，宇宙海呼喊，傳揚神傳，跳躍和唱要述說你創造，願永愛着你，我這心不變更，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像你。獻上頌讚，要吶喊，要頌揚，各處頌讚，眾山歡呼拍掌，遍野萬里也和應飄揚，宇宙海呼喊，傳揚神傳，跳躍和唱要述說你創造，願永愛着你，我這心不變更，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像你，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像你，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像你。
就算風吹雨打，有你黎面。你說愛是永不止息，恒久忍耐有恩慈，沿途風光雖不似預期，已預備最好的路徑。多麼期待每天清早說句父神你好嗎？你溫暖我心田，除掉心中的瘡疤，給我無窮無盡恩典加冕，共行每一天。你的愛甘甜，就算風吹雨打，有你黎面。橫越高山峽谷，逆流而上，不喪膽不怯場，為你燃亮，成就極重無比，永遠榮耀。這至真至輕負重，算什麼？期待每天。